根据各县气象局的统计，伫顶一波寒流来袭，全台至少41个人死亡，而且大部分拢是非创伤，到病院进前的心肺功能停止。贵综合病院胸腔内科甲加护中心的主任陈主官表示，如果民众发现胸腔的痛，一定要找专科的医师来详细检查，因为胸腔痛的原因真多，有一寡有致命的危险。胸痛的原因其实相当的多了哈，那我们的胸腔其实包含了相当多的器官，那里面也有非常重要的器官，如果出现了问题是有可能致命的。那通常我们会以那个胸部的解剖结构的分类来一一思考，胸痛原因到底是出在哪里？那比如说胸部的主要结构有我们的肺肋膜、我们的心血管，比如说主动脉啊、肺动脉、心脏本身，那还有我们的纵隔腔，有我们的这个胸壁的肌肉、骨骼、神经、皮肤、乳房等等。那再来的话，当然我们还有食道，食道虽然是肠胃道系统，但是它会经过胸腔，所以呢，它如果出了问题，一样可以造成胸痛的症状。那另外呢，如果说这些结构呢，查一查都没有查出特别的问题，但是病人有一些恐慌性的症状、过度的焦虑或者是忧郁的情况，它出现胸痛，也要考虑这些精神性的疾病造成的胸痛。医师强调，有急性生命危险，亲像张力性的气胸、心肌梗塞、主动脉剥离或者是肺动脉栓塞等。医师伫咧鉴别诊断时，爱先来排除。另外，亲像肺炎合并的脓伤，或者是癌症并发肋膜、肋骨的转移，嘛拢有潜在的致命危险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